보이네. 아, 그자, 나도. 그자. 그래서 그냥 다 그냥 됐다. 애냐가 있다네. 껍질 그래서 신경 왔어. 가네. 해? 아프 년게 들으시. 아프 약보다 와. 야보도 어디라? 아짜라 대마래. 얘만 딱지 뭐. 약보 기타도 와. 야보시 자도.给这个什么意思？可以，要不都。现在牛基本上放出去了嘞，挤完奶了，昨天晚上绑的，现在挤完奶，现在放出去。早上你挤的牛奶要把它煮开了，然后放在那里做成酸奶，再打酥油。不错啊。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去墙板那里看一下。我也不知道，现在没想法了。今天天气不好嘛。这个栓开了没有？这个都要煮开吗？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一下那个打果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不会说。说了以后拍一点嘛。我不知道的。不知道？为什么？多的少的可以知道一点吗？是不是？那一点也不知道，那麻烦的。那我叫谁说嘛？他们普通话不行嘛？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吗？还是不想说的？奇怪的。
你们没有想法吗？还是不知道？还是不知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一蛋，麻烦了你。啊？为什么每次剪完羊毛要洗呢？而且他们达格拉他们也洗，朱拉措姆他们那边也要洗，那为什么要洗呢？洗完人家再回来好看了。不是嘛？不全部是这样嘛？那我不知道。是一种扎西德勒吗？这是一种什么嘛？给羊不要生病或者什么，有没有这种意思嘛？是。啊？应该的。当然，想办法简单一点说嘛，说给我听听嘛，到底是怎么样嘛？羊也舒服嘛。羊也舒服，然后呢？还有呢？还有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等你把视频剪一下，把视频剪。